梁教授啊，你認為中文科老師啦，或者係其他科目，例如中國歷史科嘅老師啦，點樣可以運用到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即係 generative AI，去輔助到一啲非華語嘅學生去學習中文呢？我漸漸咧都發覺咧，即係除咗係中文科之外咧，即係中國歷史科嘅老師咧，都係好勇於嘗試啦。咁我最近咧都有觀察到一位中史科嘅老師咧，其實連續3次去咗課堂，佢係不斷咁樣用人工智能生成嘅一啲應用程式咧，去令到成個中史課堂咧係好活潑。譬如咧喺佢嘅課堂裏邊咧，佢係講鄭和下西洋。咁個設計咧，佢就設計到鄭和下西洋咧嘅有一啲簡單嘅背景介紹啦。然後咧就係讓學生咧去選擇，即係佢已經製作好嗰個應用嘅程式㗎啦。咁學生咧可以選佢帶咩隨從，佢究竟係要帶一個醫療人員啦，定還是係要帶一個即係觀星得觀星象嘅助手啊，定還是帶個廚師咧咁樣？咁學生咧可以先揀咗之後咧就可以喺嗰個鏡頭前邊咧，佢就影張相，咁然後咧佢就會變咗個古人啦，咁就會投入咗去鄭和嗰個旅程嗰度咯。咁我覺得人工智能生圖又好啦，呢一類咁樣嘅即係軟件嘅製作又好啦，其實咧係可以令到學生有一種新嘅學習體驗，同埋咧就係可以突破佢自己本身嘅角色。咁我覺得呢一種嘅抽離，呢一種咁樣嘅超脫咧，可以幫學生咧喺一個情景，係一個沉浸於情景嘅方式裏邊咧，係去學習咯。咁我覺得呢個嘗試我即係好令到我自己都大開眼界啦。咁除咗係嗰個原因佢點解要選唔同嘅同伴之外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佢仲加插咗一啲即係語文學習嘅遊戲。即係譬如佢希望學生去認得或者記得係明朝，咁佢咧就一連串又出咗明啦，又出咗鄭和啦個名啦，又出咗一啲咧關於嗰個旅程裏邊咧出現嘅一啲漢字。咁學生咧佢就要出嚟咧係經過一個遊戲嘅方式，即係好似打怪獸咁樣嚇，係明佢就即係佢打啱嗰個字咧，明咁樣嚇，或者係正咁佢就有分，咁就過咗關咧，佢就可以落去下一個行程啦咁樣。咁啊好好嘅，咁又去到咧譬如話鄭和咧去到非洲喎，去到非洲咧就見到長頸鹿啦。長頸鹿咧又係其實係中國古代嘅麒麟嚟嘅咁樣。咁啊麒麟咧嘅關於咧即係麒麟嘅文字描述咧，咁老師又好好，佢唔單止係用人工智能生圖，佢仲可以用埋人工智能咧係有一個旁述。咁其實成個體驗，就算佢個中文唔好，佢唔識嗰個漢字都好啦。其實佢一樣可以聽到呢個語音嘅輸入，學多都學少啦。咁跟住完咗嗰個過程之後咧，老師仲要帶埋佢去反思翻嗰個收穫。鄭和下西洋咧，其實有啲咩收穫？佢用意係乜嘢？學生覺得點啊？咁樣佢可以講埋，即係可能寫翻個日記，講翻自己個感想。咁佢完晒所有歷程之後咧，仲可以得到一張證書，就係咧證明咧佢係完成咗呢一個鄭和下西洋嘅咁嘅歷險嘅一個歷險遊戲。所以喺一個中史課堂裏邊，其實我係真係喜出望外咧，因為中間有啲構思、有啲諗法咧，咁真係好多謝嗰位老師。嗰位老師都係姓梁嘅，即係好多謝佢。我哋一路喺個過程裏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咁樣，佢可以將一啲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好似係一啲夢想咧，可以成真啊！除咗係學中史之外，呢個人工智能生圖仲可以點樣幫到學生係學好啲中文咧？咁我相信呢個咧，喺語文學習界咧已經即係唔係新鮮嘅話題。人工智能咧，佢因為快啊，咁亦都可以根據咧，即係要呢個使用者佢嘅需要咧，嚟到係生成唔同嘅題材啦。咁所以其實佢嘅優勢就係可以為學習者創設一個語言學習嘅有利嘅情景。咁變咗咧，就算係看圖説話都好啦。有內容嘅學科嘅優勢咧，係可以令學生咧更加言之有物。學生有咗要表達嘅動機之後咧，我哋再要求或者係老師再將佢哋想表達嘅內容用中文去表達一次，然後先至教學生係模仿我哋用中文嗰個表達嘅方式咧。咁嗰個學習
個效果啦，同埋即係學習嘅過程咧，係即係會活潑好多，就唔係淨係老師咧講啊，我讀你讀，男生讀女生讀，前面戴眼鏡讀，後邊冇戴眼鏡讀，即係咁刻板機械咯嚇。咁隨住時代嘅進步咧，我哋嘅教學策略咧，亦都可以與時並進，令到嗰個學同埋教嘅過程咧都更加愉快，同埋個成果我相信亦都會更加好。梁教授，你認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會為學習帶嚟乜嘢新嘅學習機遇，又或者係挑戰呢？我覺得咧，科技好發達啦，進步啊，即係人工智能生成或者係生圖嘅技術咧，其實真係拓寬咗教學嘅好多靈感啦，同埋空間。咁而且咧，因為佢咁普及咧，其實非華語學生咧都好能夠與時並進。咁就好似喺我頭先講嗰啲觀課期間咧。因為非華語學生同佢哋嗰個老師咧嘅關係好好啊，咁而家有咗呢一個 AI，即係去幫佢哋之後咧，佢哋會主動同老師講，不如我用中文嚟到答你啦。佢唔用英文啊，佢將佢嘅英文咧輸入咗落去佢嗰個平板嗰度咧，然後佢就生咗個中文出嚟，然後個中文咧就即刻可以發射咗去老師個屏幕嗰度。嗱，咁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即係文字轉換嘅過程裏邊咧，係好似令到啲學生突然間喺好短時間裏邊咧，又唔需要用輸入法啦，又唔需要識好多中文，佢就已經可以相對嚟講用個長篇嘅答案嚟到回應老師嘅提問。但係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假象嚟嘅。我哋最驚咧就係啲學生其實佢係似是而非，佢只係見到一堆中文啫，而佢係未曾有咁樣嘅識別能力咧，係去分辨嗰段生成嘅中文究竟係啱定係唔啱咯。咁我覺得喺呢一類環節嗰度咧，其實老師都仲係要適當咁樣引導學生嚇。非華語學生嘅課堂咧，好多時咧人數咧可能係好參差嘅。有啲學校條件好啲嘅咧，佢可能係3個非華語學生，佢都有開一班，揾一個老師咧係去同佢哋上一堂中史課。咁但係咧資源冇咁豐富嘅學校咧，佢可能係非華語學生咧2-3個非華語學生，佢只可以同一般主流嘅同學一齊去上堂。咁變咗喺老師咧要另外為個別非華語學生去準備教材嘅方面咧，可能係未必係有咁周到嘅。咁能夠有一啲古法嘅教具去增添課堂嘅氣氛咧，我覺得亦都唔一定下下要用科技咯。就用翻鄭和下西洋嘅例子咧，其實老師用圖片都可以令到啲學生好開心嘅。譬如話，如果你係鄭和嘅話，你會帶啲乜嘢禮物下西洋啊？我見到有另外一位老師咧，佢就係用咗一隻熊仔啦。又用咗茶葉啦，又用咗一啲金銀珠寶之類嘅。咁其實只要有足夠刺激學生係發表意見嘅材料咧，我覺得其實亦都可以係同樣收到呢一個即係果效咯。只要老師咧係有為學生設想嘅良好意願嘅話咧，其實個課堂一樣都可以係好愉快，同埋成果係好豐碩咯。你認為從學校嘅系統啦，或者係管理層面上啦，有乜嘢嘅措施可能更加有效咁樣幫助非華語學生去學習中文呢？其實好多㗎嚇，咁當然要視乎每一間學校佢哋校本嘅政策啦，或者係佢哋嘅辦學嘅目標而定啦。喺學科同埋學科之間咧，我覺得可以有頭先我提過嘅一啲協調咧，課程上面嘅協調啦，即係教學內容，譬如係每一個年級嘅教學重點係啲乜嘢？如果係講語文嘅嚇，語文知識嘅重點，語法嘅語法點係點樣由淺入深咁樣比較有系統嘅編排，同埋學生喺語文科裏邊學嘅內容能唔能夠咧都可以適用於其他嘅學科，咁變咗學生咧可以學以致用，我覺得呢點係最理想㗎啦。咁有時一啲老師咧就覺得，哇，我教30人一班，你教3個人一班，咁究竟我哋嘅工作量點樣計算咧？係咪啊？點樣可以令到老師之間個勞日比較平均一啲？咁其實教3個係唔係真係輕鬆過教30個咧？我諗批改作業嗰度肯定係嘅。咁但係咧，如果教3個學生嘅老師係要負責編寫
或者全級甚至係全校嘅呢一個初中嘅中史課程嘅話咧，咁我覺得管理層啦嚇就係要考慮埋實際嗰個工作嘅性質啦，唔係淨係入去課室嘅時間。咁同埋如果係有機會教嘅老師，其實都可以即教多過一年啦，就唔會話我今年教完，我做完個課程之後咧，出年就唔係我教啦咁樣。咁變咗一定要經過實踐，然後先至可以令到嗰個教材嗰個課程係不斷完善。咁呢個亦都係我諗到學校可以做嘅地方咯。咁最後喺香港裡面嘅非華語學生咧，喺學習中文嘅過程，教授有冇諗起啲咩嘢有趣嘅觀點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無論我哋點樣去輔助非華語學生去學嗰個學科嘅內容，或者學中文都好啦。畢竟佢哋嘅家庭語言咧唔係中文，咁變咗佢哋學中文嘅機會咧，好多時咧只係局限於喺學校。學科嘅內容其實都唔少嘅，咁亦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如果咧我哋能夠用一個比較靈活嘅方式去看待學生嘅評估問題嘅話咧，咁可能教同埋學亦都會係更順暢啦。我舉個例啦，就係譬如學習中國歷史咁樣，咁有啲學校咧都已經唔係用文字嘅問答嚟到去評核學生噶啦，佢哋可能讓學生做一啲專題嘅研習啦。咁亦都容許學生可能係借助呢個人工智能生圖啊咁樣嘅方式咧，去製作一啲海報啦，去製作唔同嘅成品。咁讓學生咧有一個表達嘅渠道先。咁當學生咧有一個比較完整嘅思想之後，咁我覺得喺呢個基礎上邊再滲入一啲語言學習嘅元素咧，會更加自然，同埋咧係會更加能夠貼合學生咧，即係需要表達嘅內容咯。即係話我想講，咁然後佢自然咧就會係下一步咧就係諗下我可以點樣講。咁我諗呢一樣嘅學習係會比老師預先設定一個句式，讓佢哋跟住講跟住做，係會嚟得更加深刻。非華語學生咧，佢哋好活潑好動，我哋去到官課咧，佢哋都好友善嘅，都會同我哋打招呼嘅，又會同我哋講再見，又會同我哋講英文啊咁樣係，咁咪可愛嘅地方啦。咁調翻轉頭咧，我哋就反而會好想啲老師咧都，如果有時間嘅話咧，可以再俾多啲機會啲學生去表達咯，表達啦、鞏固啦、練習啦。其實我去參觀過一啲學校嘅學生嘅才藝表演咧，佢哋真係好多才多藝嘅，能歌善舞，佢哋嘅才華咧，其實都係好等待老師同埋呢個社會去發掘。佢哋有啲諗法咧係好單純。譬如如果我哋同佢哋傾偈咧，佢哋會講俾我哋聽，佢都好想做醫生、做律師、做工程師嚇，即係佢哋個人生嘅目標好高。如果佢哋可以學好啲中文嘅話咧，可能佢喺香港社會嘅出路啦，或者佢哋嘅選擇會多元一啲咯。咁我都樂觀嘅，希望教育界嘅朋友啦、同工啦，可以一齊努力。我哋大家共同加油。